Howdy to find out welcome back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从海上游过来的 Taniwha 以及他们塑造的地形和港口。有些观众在上一期看完这些神话故事以后，会私信问我，这些神话故事都是真的发生在新西兰的某个地方吗？我的答案是的，因为每一个毛利的神话中都会出现真实的地名，会出现一条河流、湖泊或港口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在淡水中的 Taniwha， 在他们身上又有怎样的神话传说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传说故事是与 Rotoa-Tara 湖有关。那么这个传说发生在新西兰北岛的 Haleitonga 平原，那么也就是现在的 Hastings。这里曾经生活着一只可怕的 Taniwha， 它的名字叫 Tetawa Polilua。这只 Taniwha 常年居住在 Rotoa-Tara 湖里面，并且以当地的村民和路过的旅人为食。为了保护人们的安全，有一位勇敢的酋长，他的名字叫 Tara， 他精心地制作了一个 Hinaki， 是一种传统的毛利捕鱼装置，它大概长这个样子，用200只狗来当做诱饵，将笼子沉入湖底。果然 Taniwha 为了捕食钻进了捕鱼笼， Tara 成功地将其捕获。之后人们把 Taniwha 抛开，发现它的肚子中竟有200多名失踪者的遗骸。当地的村民和酋长 Tara 将这些遗骸妥善地埋葬，而这个故事如今仍广泛地流传在 Rotoa-Tara 湖附近的村落中。下一个传说发生在 Wairoa 地区，当地有一座瀑布叫做 Terenga， 这里也住着一位 Taniwha， 她是一位女性 Taniwha， 她的名字叫 Nikolako， 却嫁给了一位叫做 Tanekino 的男子。 Nikolako 为 Tanekino 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孩子的名字叫 Taurenga。 但不幸的是，由于 Nikolako Taniwha 的身份，他的夫家以此来羞辱他，所以在悲伤之下， Nikolako 回到了之前所住的瀑布底下。但在多年后，由于疯狂的大雨，洪水暴涨，附近的一艘独木舟即将被瀑布吞噬。一位当地的村民老者虔诚且大声地呼喊 Nikolako 的名字，祈求帮助。没想到老者的诚心呼唤得到了 Nikolako 的回应，他独自拖起了独木舟，甚至逆流将船推离了危险的瀑布区域，拯救了船上所有的人。在这个传说中， Nikolako 虽然因悲伤离开了人类，但是在人类发出呼唤之后，他依旧坚定地选择守护着他曾经爱过的人类。下一个故事不像是传说，更像是一个真实事件。故事发生在1876年的12月20日，在东海岸 Ngati Porou 部落附近发生了一起震惊全村庄的事件。有4个女孩在当地的一个叫做 Waipapa 的水潭中游泳，其中一个女孩，她的名字叫 Mariana， 独自游到了对岸，并从岩石上摘取吸吮了神圣的 Arata 花的花蜜。Arata 花是一种具有 tapu 也就是禁忌的花朵。正当他这样做时，只见他脚下一滑，跌入了水中。跟他一起玩耍的朋友们眼看潭水迅速形成了漩涡，这3位女孩心想不好，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这潭水中所居住的 Taniwha， 名字叫 Tanimanima。 不幸的是，几个小时后 Mariana 的遗体被发现，而遗体所处的位置刚好处于跌落的岩石上。附近村落的人为他准备前来收尸时， Mariana 的尸体竟神奇地消失。当地的长老认为这是 Taniwha Tanimanima 的警告，他告诫人们不可以亵渎 tapu。 这些故事每一个都在提醒我们，人与自然之间有联系，也要有敬畏。那么以上就是3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在淡水中的 Taniwha。下期视频我来带大家介绍神秘又凶猛的爬行类 Taniwha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见，Ka kite ano。